靈修2025年6月7日，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，他就聽我們。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，無不得着。約翰一書5章14至15節。在二戰後，有一位貧困的女士走進一間雜貨店，身上毫無分文，卻希望能為一家人尋找食物。面對店主的冷言冷語與諷刺，她沒有爭辯，只是謙卑地說自己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為店主禱告。當店主嘲笑她時，她竟然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寫着祈禱文的紙放上天平，說：這是我昨晚的禱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無論店主放多少食物，天平都動也不動。最後，他驚訝地讓女士自行取用需要的物資。等他走後，店主才發現天平原來壞了。但他不禁思索，為什麼就在那一刻、那一天，這位婦人會剛好帶着禱告文出現？他打開紙條一看，上面只寫着一句來自主禱文的經文：親愛的天父，求你將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。這故事深深感動我，它讓我明白，禱告不是無力的話語，而是帶着信心的倚靠。當我們按着神的心意禱告，他是信實的，會照他的時間與方式回應我們。真正有果效的禱告，需要兩個要素：對準神的旨意，以及單純堅定的信心。願我學習這位女士的信靠，即使在人看來毫無把握，仍相信神能成就大事。禱告原來是如此有重量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謝謝你，因為你是供應我們每日需要的神。當我們什麼都沒有時，你仍是我們的盼望與倚靠。主啊，我們常以為手中沒有就什麼都做不了，卻忘了有你，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切。主，我們從那位婦人的故事中看見，真正有重量的不是她的話語，而是她對你單純而真實的信心。求你也賜給我這樣的心，不靠自己的能力，不看眼前的困境，只仰望你的信實。主啊，願我的禱告不只是口中的言語，而是出自內心對你的信任。教導我按着你的心意來求，不是為了滿足私欲，而是為了活出合你旨意的生命。願我每天張口向你祈求，親愛的天父，求你將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。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，求你讓我記得你垂聽禱告，你不遲延，你的手從不縮短。願我在信心中等候，憑信心祈求，也靠着你剛強站立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